各位兄弟大家平安。平安。线上的兄弟大家平安，咱做伙准备心来学罗敬拜咱的主，请做伙起立，咱彼此来祝福吼，彼此来祝福上帝恩典教育你用，上帝恩典教育你用。咱用这诗歌吼，真正好，真正好，来手招下来。真正好，来是耶稣真正好，真正好，来是耶稣真正好。我拜一拜二拜三拜四拜五拜六几个礼拜，真正好，来是耶稣真正好。耶稣真正好，真正好，来是耶稣真正好。我拜一拜二拜三拜四拜五拜六几个礼拜，真正好，来是耶稣真正好。我这边来真正好。上帝来赦免咱，咱开声来祈祷，咱开声来感谢，开声恳求上帝来怜悯赦免咱一切过失，开声来祈祷。哈利路亚，主，阮何乐感谢你，因为你恩典教育，主啊，互阮会通伫遮何乐来敬拜。虽然有一寡遮限制，但是阮无论是伫线上伫实体，阮会通做伙伫遮来敬拜你，这是何等的福运！阮伫阮生活中间，因为疫情所带来。惊吓，也不安，也生气，也做做上帝你所不欢喜的，由你来赦免阮的过失，洗净阮一切罪过。感谢主，慈悲阮的上帝，你是赏赐教育恩典，你要赏赐各样的好物，互敬畏你的人，无论大小，你拢要赐福气。也阮知影，阮的生活中间，因为环境所来的遮的侪影响。所以有当时，阮会生气会发生，阮会伫迄中间，感觉怨妒等等，拢是上帝你所无欢喜的。求你来帮助赦免阮一切过失，洗清阮一切不义，也阮会通好胆无惊吓来到你是阮的宝座前，阮大大开嘴的时，你就大大充满应允阮。感谢祈祷，耶稣圣名，阿门。请坐。咱也要为着咱的需要，咱的心灵
的需要来祈祷，所以用上帝话来提醒咱做伙来。一开无敌挂路，独独万事就用祈祷、恳求甲感谢，将恁所求的摆咧伫上帝，就上帝的平安搬过一切人所想的到的。要伫基督耶稣保守恁的心、恁的念头。所以咱伫无看路的中间吼，咱若愈烦恼吼，祈祷了，搁随烦恼，安尼无路用，对不对？所以祈祷了，就交托互咱的主吼。无论伫你的身心灵、你的心心灵感情，你所做的事业，因为即摆疫情拢有一寡影响，囡仔课业，搁咱甲厝里人的关系吼，即摆定定拢踮厝时间一久吼，你看我看你吼，看共要臭屁安尼吼，总是伫主上帝听内底，咱愈看愈会通愈意爱，会通愈相听吼。如果伫即几方面有需要的，你会当徛起来，咱会通说直接来祈祷吼。好，咱三甲直接来祈祷吼，恳求上帝来医治。你若有啥病痛，你手喊咧，离你的病痛所在，求主医治观念，甲你啥同在，求主来供应。咱开声来祈祷。哈利路亚，主，阮感谢你，阿罗你，因为你是医治的主，你是供应阮到遐有存，你也引带阮行义的路，稳定的道路，你也是互阮通回转，会通靠主得胜，会通伫遮享受平安阮的主。主啊，阮感谢你，伫这个世间人在行遐的月份，总是主，你是平安的主，互阮伫这个中间是平安的7月。也是互阮会通伫遮知影你甲阮相同在，阮就无啥惊吓。愿主你来锁起阮，主阮邀请你伫阮的灵、阮的思想、感情、意志，甲阮的身躯来成做阮的主。主啊，阮知影环境所带来伫阮的身躯的病痛，也是伫阮思想或者惊吓不安。主，你是平安的主，所以你要享受阮平安。伫世间人惊吓的月份，阮要伫遮靠主来宣告平安的7月。愿主你帮咱引带阮出入，有你的同在，你的平安。阮好胆来到你的面前，大大恳求。主啊，你是怜悯看顾阮需要的主，你知影阮的状况，你也要享受阮到遐稳定。伫苦难的中间，你也陪伴阮行过。愿主赐福阮，听阮的祈祷，靠耶稣圣名，阿免。最后，咱也要为着咱的主来祈祷，用主的话安尼讲：所听的兄弟啊，我愿你万事为行通，勇行亲像你的灵魂行通一样。上帝要爱咱的是心、心灵拢安怎？勇行、勇壮啦吼！咱伫这段期间吼，嘛要为着牧师祈祷咧吼。互迄疫情啊变化，甲你限制50个，甲你限制偌济，阮就开始爱安怎？开始爱想啦，爱赶紧伫遮来改变吼。若变袂有，你就变无咧啦，对无吼？所以上帝互牧师、互团队有智慧。保守咱伫这疫情中间，虽然为线上的兄弟姊妹无法度来到圣殿来敬拜吼，总是咱即摆拢会当登记哦，一场拢偌济人，100个吼，规栋啊，毋是一场啦吼，规栋啦。所以咱虽然有受到限制，但是回教会还佫50个吼，咱有申请过，所以市政府互咱一张公文吼。所以咱感谢上帝，也伫这中间虽然无法度来到现场，伫线上有缘咱会通伫遮做伙来敬拜吼。你嘛会通伫小组来登记吼。求上帝来保守，互咱透过这个线上的一寡这个活动吼，拜六、拜五吼，拢有这个囡仔、大人来学鼓吼，这鼓舞班吼。哇！真侪这外口的社区的人来吼，会通甲因建立关系吼，所以咱就无共款。迄太古吼，有人讲迄个宗教，讲鼓是中性的吼，咱用这个鼓甲人带到上帝面头前，分组甲因讲福音，安尼好唔好？好，
好嘛，对吼。所以伫遮咱要安怎调整咱的思想观念吼。这个囡仔，昨嘛有真侪囡仔来啊，家长就伫顶悬看吼。所以有机会正义教会，咱就有机会安怎，甲因分享福音。老师讲过的老师都是基督徒吼，所以伫遮拢有安排哦。所以咱为着遮来祈祷哦。所以为着牧师团队伫应变的中间哦，阮用福音甲福利哦，福音做主哦。所以伫遮所办的活动其实拢甲福音有关系。好，我要邀请咱做伙起立哦，做伙起立咱来伫遮来祈祷，特别为着牧师，为着当一团队来祈祷，咱开声来祈祷哦。主阮儿女感谢你，伫这个世代变化真快速的中间，你也互阮有智慧来应变，而且用主般的方法，把咱带到主你面前，愿主你来使阮祝福。主啊，愿要伫这来荣耀你的名，所以透过无同款这方式，会来引带人来认识你，信靠你，来通伫领受你的恩典，主你属于伫阮中间。感谢上帝，你无所不在，无所不能，无所不知。你知阮的需要，你也知影阮伫分享福音的时，需要有你搁较多的智慧甲创意。这个方法就是要用无同款的方法，甲人无论是儿童一直到青年甲大人，拢会通引带到上帝你的面头前，同得福音的好处。感谢主，阮透过学乐敬拜时，你的宝座就设立，你的恩典就降落，你的同在，互阮感受你的疼。愿主说，阮也要做用主教示阮的祈祷文，同心来祈祷讲。愿你天的父，愿你的名圣，你的国临到，你的旨意行，伫地里亲像伫天里。阮的日食今仔日予阮，赦免阮的辜负，亲像阮也赦免辜负阮的人，无你带阮入地狱，救阮脱离迄个歹的。因为国、权能、荣光，拢是你所有，代代无尽。阿门。恁着阿罗耶和华我的心啊，恁着阿罗耶和华，我一生要阿罗耶和华，我要我的事要唱歌，阿罗我的上帝，兄弟姊妹，咱三甲开出来，阿罗咱的上帝。恁着阿罗耶和华，着爱阿罗耶和华，因为伊一管一大。恁着爱阿罗耶和华，因为伊是听。恁着爱阿罗耶和华，有永远的慈爱。恁着爱阿罗耶和华，唱歌阿罗伊，阿罗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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因为是听，咱着爱阿罗耶和华，咱着爱阿罗耶和华，因为伊一管一大。咱着爱阿罗耶和华，因为伊是听。咱着爱阿罗耶和华，有永远的慈爱。咱着爱阿罗耶和华，唱歌阿罗伊，阿罗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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因为你是听，咱着爱阿罗耶和华，咱着爱阿罗耶和华，因为伊一管一大。咱着爱阿罗耶和华，因为伊是听。咱着爱阿罗耶和华，有永远的慈爱。咱着爱阿罗耶和华，唱
咱来唱，哦咯哦咯，哦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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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哦咯哦咯哦咯。上帝，兄弟姊妹，请坐。耶稣已拢在。
生命的主，将阮悲伤重担的日子交伫主你的手中，愿主你家己伫遮来引带、帮赞、祝福。每一遍的礼拜，愿恳求你同在；每一遍的学老敬拜，愿恳求你接纳；每一遍阮的恳求，求主你来应允祝福。透过你真理的话，叫阮得到自由。阮虽然有环境的限制、人数的限制，但是无法度限制你的听伫阮的中间，无法限制阮透过无论是实体线上，会通同心来敬拜。愿主你听阮的祈祷恳求，也继续你的神运行伫这中间充满。祈祷恳求靠耶稣的圣名，阿门。平安，咱要大声来看周报的消息。那帮我拿一下 PPT 简报片。咱对7月27到伫8月23吼，咱调整伫第2级吼。原本限制伫50人，因为咱有对市政府伫遮来申请。所以咱每一场吼，咱规栋哦，毋是敢咱现在哦，我是甲咱限制讲，一入门规栋就是100人吼。
所以咱爱照即个规定吼。咱也真期待讲无久的将来，咱看台湾的防疫中间吼，总有3例嘛吼，毋望会通真紧恢复咱的实体礼拜吼。线上的兄弟，如果即个时阵若无法度伫遮来参加吼，其实咱今仔还佫有空位，所以咱会当透过咱的小组的即个群组吼，会通伫遮来登记。你要参加华语的、台语的，也是咱拜六拢有吼。所以请咱会通伫遮吼来做伙来学乐来敬拜。咱有做遮的礼拜调整，咱听说嘛，因为爱有直播吼，所以咱有小可有调整。不过袂影响到咱对上帝的敬拜。咱是对8点华语的进场，10点是台语的进场吼。伫这中间，因为咱需要有消毒，所以每一场了后，咱一定拢有消毒吼，所以请咱会通安心伫遮来敬拜吼。所以即马咱是拢对实体甲直播吼做伙伫遮来播出，伫遮来礼拜。拜三的祈祷会嘛是相款吼，咱有拢是有透过实体甲线上，所以即马实体嘛会当来吼。咱会通有遮的一个人数的增加，拢爱感谢主。咱有一寡遮的双年大学关怀据点吼，抑佫爱等咱政府的一个通知吼。请咱正义教会，咱也遵守这防疫的规定。9月初5，咱要举行今年度第5次的圣礼典，若要洗礼，伫8月22进前，牧师也是行政干事曼双伫遮来报名。咱也要赠送因为顶礼拜主日是父亲节的主日嘛吼。如果咱中间无来吼，即个时阵，请咱在场爸爸吼，你若未有摕到礼物，请你即马徛起来吼。你手中有一张纸，你若知影你是第几组写来，因为咱要安排这资料以后，咱会通做这资料来知影讲咱有偌济爸爸安尼吼。来，咱现场有顶礼拜无摕到即个爸爸节礼物的无？若无来徛起来来哦。请你徛，爸爸。父亲节啦，父亲节。你若有摕到那个监听，再给我大声一点。你若有摕到这个礼物后，你当坐落来吼。咱若是在这个会议你免烦恼吼。教会拢有特别的安排吼。这个时阵，我要邀请咱做伙为着这爸爸来祈祷，请咱做伙来祈祷。天父上帝，你的恩典教业，也透过地面上的爸爸，我感受知影上帝你天父你的疼，也你想使阮伫地面上老爸会通担当家庭的责任，伫这中间为着家庭的付出，愿主你来祝福。互因心灵勇行，手所做行通顺利出入，拢有主你的平安。愿将这做爸爸的交伫主你的手中，也期待因有好的信仰，通影响因的囝儿4岁，也通引带全家做伙伫遮来学乐敬拜主。同心祈祷，祈求圣名，阿免。咱。因为疫情的关系，不便来到教会，咱会通看你家己的能力，会通透过教会账户伫遮来奉献吼。奉献是基督徒感恩的表现。你若是无明白奉献的意义，你免强，会通用祈祷来表达你的感恩。咱要做伙用这首诗歌伫遮来感谢咱的上帝。主耶稣。
受事都是叫主耶稣基督，请起立。软弱的这最勇壮，松香的这最不，拢因为主已经最佳大事，这是软弱的这最勇壮。松香的这最不，拢因为主已经最佳大事感亲爱的天父，阮感谢你，互阮即个所在的疫情慢慢的变好，互阮嘛慢慢会当转来甲教会主你的圣殿来敬拜主。求主你赏赐你的恩典甲信心，互阮每一个兄弟姊妹有聪明智慧，来知影安怎来做防疫，安怎来保护家己，嘛互阮有搁较大的信心，会当来面对未来的搁较侪挑战。阮奉献金钱甲财能，要来做主你圣工的路用，求主你来验纳。阮安尼祈祷，奉靠主耶稣基督的圣尊名求，阿门。阿门。要做咧之前，做伙来祝福上帝话开你的心窍，上帝话来开你的心窍，吼，请坐。拄仔咱袂记来读着金句啦，吼，因为我咧报告奉献的时阵，吼，咱的书宪足赶紧就要行来安尼吼，来请咱来做伙来读今仔日的金句，做伙来读两遍来。我前耳孔听见你，我的目睭看见你。约伯记42章第5节，搁一遍来。我前耳孔听见你，我的目睭看见你。约伯记42章第5节。好，咱要来看今仔日的圣经。圣经记载伫约伯记的42章第1节到第10节。约伯记42章第1节到第10节，咱通拍开你手中的圣经，也是咱的荧幕顶面吼。因为疫情的关系，所以咱有暂时把这个圣经拍起来吼。好，若准备好势，咱做伙来读上帝话42章第1节，做伙来。约伯应耶和华讲：我知你万事拢会，你的旨意拢袂阻挡得。这个无知来看目所议论的是一罪啊！所以我有讲出我所无明的，就是我所想袂出的奇妙，我所毋知。求你听我要讲，我问你，你应我。我前耳孔听见你，我的目睭看见你。所以我家己厌恶，伫真爱甲火虎的中间反悔。耶和华对约伯讲这个话以后，耶和华就对提曼人以利法讲：我会受气对你甲你两个朋友发起来，因为恁议论我，无讲合理的话。亲像我的奴仆约伯所讲的，恁着为本身出7只牛犅、7只羊犅，到我的奴仆约伯遐。
伫本身献烧祭，我的罗卜约伯要替恁祈祷，因为我要接纳伊，免得我照恁的愚妄来款待恁，因为恁议论我，无讲合理的话，亲像我的罗卜约伯所讲的。对安尼提曼人、以利法、苏亚人、比勒达、拿曼所发，照耶和华所命令因的去行，耶和华也接纳约伯。约伯替伊的朋友祈祷的时，耶和华就予伊的境况复原。佮耶和华赏赐约伯比以前所有的加倍。愿上帝话伫遮来帮助咱，会当开咱的心窍。我最爱路加福音24章45节所讲的吼，这学生无明，耶稣开因的心窍了后，因就明白上帝话，明白圣经哦。咱做伙来祈祷，主啊，求你来开阮的心窍，会当明白你的教示，你的真理显明。互阮会通知你的恩典伫倒位，你互阮面对苦难是啥物意思，也互阮伫苦难中间知影你一直甲阮相甲同在，无失落阮的信心。祈祷恳求，靠耶稣叫圣名，阿免。弟兄姊，咱其实有真侪代志，咱拢毋知。咱行喙要发生啥物代志，咱明仔载拄着啥物？咱拢毋知影，总是有当时咱掠做咱的经验，互咱知影吼。今仔日咱要透过这段圣经，互约伯伊的话即个内底约伯记来对咱讲话。咱知影这林书豪吼，伊伫伊的篮球的生涯吼，起起落落啦吼。有当时伫迄个高峰，有当时若像伫迄个山谷。伫8月初7，伊嘛伫迄个城群的媒体翕即张相啦吼。其实伊伫这中间是伫上海的病院伊伫美国有注2支即个疫苗哦。注了伊嘛有真侪遍的即个 PCR 即个血清的检测等等，拢无代志啊。伫上尾有一遍的时阵，医生讲伊已经确诊啦，着济啦，迄确诊就是叫做着济啦，所以伫这中间检测，伫这过程用奇怪我有拍过这疫苗哪会阁会着济咧？兄弟姊妹，咱拍这疫苗，毋是讲我拍了我就拢莫挂口罩，即无家己的防备。拍这疫苗了是讲，互你会通减少，若万一着会通减少迄个重症啊。所以，即个是会通保护咱，总是无法度完全。所以，咱对这疫苗的了解，咱嘛无完全吼。所以有当时咱毋知拍落会安怎牧师嘛还袂拍，伫等迄个咱迄个国产的啦已经有伫迄个中间来有用总是咱知影讲这疫苗电视报甲乱纷纷啊，对无？你嘛惊甲心惊安尼吼。所以伫这中间，咱毋知影的代志非常的多咱嘛无法度听到这个媒体讲的咱就伫遮安怎安心，也是讲惊吓。所以林书豪这个好小子伊伫伊的篮球的路有坎坎坷坷伊伫讲起讲，哎呀，上帝互我伫这个篮球的路中间有坎坷所以互我安怎面对着即款的着这时阵，迄确诊的时阵伊无放弃，因为伊感觉上帝透过遐个过程，互伊安怎？互伊感觉讲，我会通面对苦境的时阵，面对着即困难的时阵伊无一下就放弃。伊感受到哇，上帝真奇妙，互伊伫人生的过程中间，得来锻炼伊，然后拄着这个代志的时阵，伊就会当用无共款的方式、无共款的态度去面对所以伫遮嘛咧提醒咱做一个上帝囝儿查某囝咱嘛有可能亲像即个确诊者的这种苦难的
苦难的一个确真者吼，就是讲苦难嘛会临到伫咱，无因为讲我信耶稣，这苦难就离咱远远。有当时啊，咱透过今仔日的圣经哦，咱要来看，约伯就讲啊，我就足敬虔对无？我真谦卑敬虔伫上帝面头前，是安怎才会囝儿查某囝拢死了了？是安怎遐财产拢去互抢了了？也是这个天灾地变，所以伫迄中间，互伊一无所有。然后伊的身躯都安怎？佮生粒啊，生毒疮，有够艰苦。伊嘛捌伫迄个过程中间来咒诅家己啊，宁可我莫出事，较好啦。有当时啊，咱拄着这个苦难时，是毋是咱犹原会迄款的一个埋怨？所以咱就想讲，这位我所认捌的上帝全能的吗？到底是安怎？为什么可能亲像这个圣经内底这个主角，伊讲为什么是我？为什么我会得病？为什么真多？咱会为什么吼？啊，你会对上帝平常时你就遐照顾我，是安怎？即马我拄着即款的困难，到底是啥物因端啦？啥物原因吼？所以，兄弟姊妹，咱要对规卷的规卷的这个约伯记吼，今仔咱虽然看到啥？看到迄个完结篇啦吼，42章是约伯记的一个完结篇吼。所以伫这中间，咱才会通知影讲，这个故事的结局，总是对约伯记一开始，伊毋知影，伊毋知影讲上帝甲魔鬼讲好啊，魔鬼来到上帝面头前，就是你对约伯遐尼好，甲顾条条束缚，所以伊毋但会遐尼敬畏你，啊无你互我试看卖吼，小可甲修理者吼，互伊拄着困难，看伊会阁继续伫遮来挖靠你啊袂？所以有当时啊，兄弟姊妹，咱伫顺序的中间，哇，咱感谢上帝，上帝恩典真正够额。总是若拄着这困难的时阵，兄弟姊妹，我请问，你会小可埋怨啊袂？还是小小可埋怨啊袂？还是大埋怨？哎呀，互你拄着这病痛的时阵，上帝啊，为什么我哪会拄着这个癌症，拄着这个恶担当的事？有当时啊。有当时我会埋怨，上帝，你哪会互我的爸母拄着即款的代志？你知影我做无用，啊是安怎？即个时佫一项接一项来啊！我嘛有当时会问上帝呢哦，总是伫遮互咱透过约伯记伫遮来了解、来认捌，这位全能上帝到底你咧想啥？然后你有啥物款的办法？然后呢，人安怎想？人安怎看咱？是你做啥物无好的代志吗？约伯就是安作无辜的啊，对无？哪像迄下狗讲袂出话安尼吼，就是咱无法度讲话吼，啊，苦水对吞腹来对无？心事啥人知对无？啊，要安怎讲袂出？咱要安怎认捌有限的人伊的想法，包括咱，啊，佫有限的人伊用伊家己的办法要来解决，拢有伊迄个限制。所以有当时咱会通对这三个朋友，约伯的三个朋友来看讲，吼，敢比下较要紧啊？敢安尼？我敢伫遮来代替上帝。约伯，咱知影讲，约伯其实伊毋敢得罪上帝。虽然伊落难，伊伫迄个苦难中间，伊也犹原伫遮来敬畏上帝哦。总是到后壁挡袂牢啊！我都咧洗菜脯迄个啥种脯啊生啥？咧种脯啊，生菜瓜啊，佮恁倒伫遐吼，佮伫遐佮甲踢一骹安尼吼。拄啊开始，你啊看这三个朋友吼，哇，真好！伊伫遐受苦难时，静静伫遐陪伴伊，拢无讲话。到尾啊，挡袂牢，迄人性就出来吼。我甲你讲啦，迄就是因为你安怎，你犯罪，还是恁囝儿是做犯罪啊，所以毋通拄着安尼。所以开始就敢安怎？代替上帝伫遐来发声，然后来劝勉伊，你着爱认罪。所以咱要来看这三个朋友啦吼。头一个是以利法，用听起你就知影讲你毋捌啦，毋捌啥？约伯确实，这三个朋友有看见伊过去真敬畏上帝，
真敬虔哦，兼且有亲像咱即嘛，哦，你做交文做礼拜，然后奉献等等安服侍哦。这是约伯记4章的第6节哦吼，总是伫迄个中间，伊讲倚老卖老了，咱会老经验对，咱会讲我吼食过盐比你啥，食过饭较济哦，毋知食偌济盐吼。我行过的桥哦，比你安怎？行过的路较侪啦。所以这以利法这长者，伊就用伊家己的经验伫遮来讲哦。我甲你讲，我会当断定讲，你受苦是因为啥？你得罪上帝，你犯罪，所以哦，这个时你遐凄惨，你用上帝来处罚。兄弟姊妹，有当时咱是用即款的想法内底伫遐说别人，内底伫遐来看人。以利法伫遮讲，你不但犯罪，你家己掠做你外交。自以为你家己掠做你是义是好人，你搁伫即个时间，你搁为着家己伫遮的罪来辩护，所以这约伯记的15章2到16节，你会通甲记落来吼。所以伫遮中间，咱看讲，有当时咱好亲像以利法相款，咱真有经验啊。所以当咧讲甲喙角全破的时阵，我甲伊讲，照我过去的经验了，有当时咱咧教囝的时嘛是安尼啊。我甲伊讲，若照我过去的经验，我讲，你即声出去一定有代志啊。你即声会拄着啥物啊？对无？所以你毋听老人话啊，安怎？吃亏食亏伫眼前啦。所以咱会用咱家己的经验的法则，伫遮内底对囝儿细说，伫遮来讲，也是讲对朋友来讲。所以，这个以利法伊是有真多的经验，无毋对，总是伊嘛是真主观。所以咱来想讲，这敢是咧讲我，讲咱家己。所以这嘛是咧透过讲圣经，互咱有提醒啊。是毋是咱拢是真主观性，拢无看到别人伊所想的。所以以利法伊是一个经验的法则的归纳者。所以，伊会将伊生活的经验来总做是完全，然后伫遮甲人讲，总是咱看讲，即摆情形昨甲今仔的变化是偌尔大，偌尔济，对无？即个疫情是变化，昨的消息资讯，今仔日可能改变，兄弟姊妹。第二个，咱看讲，对第二个即个朋友伫遮讲，我看出我就知影讲，你是有罪啦。有当时咱会亲像安尼去共论断所以伫遮比勒达比勒达毋是保勒达咯比勒达认为约伯伊的囝儿后生这个查某囝死亡拄着意外，是表示安怎？因有罪，因犯罪，上帝伫遮咧刑罚伊的这个囝儿是岁所犯的罪，爱付出代价。这段的圣经是记载伫约伯记的第8章第20到第7节，所以咱来看讲比勒达，伊一开始就认定伊心内讲，嘿，你就是有罪啦，所以真严厉。头前点甲我做伙都袂歹咧，但是到尾哪会后壁起成变化呢？所以一直在指责约伯。如果你若是无辜，你会感觉安怎？是毋是足无辜？宁可莫有即款的朋友，交到这歹朋友好，所以伫遮咱看讲，比勒达可能是一个论断批评的人。所以伫遮嘛在提醒咱代志还袂清楚的时阵，咱亲像还袂看到42章的结局的时阵，咱可能掠做约伯，你看，你就是安尼。若照传统的想法，你就是安尼。咱会将咱的传统的想法、道德的观念，伫迄中间来套伫人的身上。比勒达即个朋友就是安尼，所以即个嘛是咧提醒咱避免咱诚做是一个论断别人的人。代志还袂清楚，你茫成功，成功了到尾你要袂受伤啦第三个，咱来讲，我讲到你就知影讲，你家己掠做义啦。这个是另外，这个说法，这个朋友伫遮，咱看轮番上阵一个讲袂煞，第二个倒来讲。
第二个讲了，我的心肝就艰苦啊。第三个佫刷落讲啥？约伯啊，我甲你讲，你即马所受的艰苦，其实还佫轻啊！哦，这个人哪会安尼？我著咧艰苦，你讲我受的艰苦佫无够安尼吼？因为你罪所犯的罪佫较重，所以你本来你是应该安怎？你是应该受的刑罚佫较重哦。这个说法就是安尼认为。所以说法中间，伊拢用假使，哪准安怎？用迄个假设的想法，所以说法伊用家己的想法假设，伫遮真无客气，头前也真客气，总是到尾啊，伫遮无客气来指出约伯，讲就是你的罪。啊，上帝怜悯呢，若无你即马所受的佫较重，你可能会死安尼吼。总是咱拢毋知影吼，因毋知影上帝伫遐安怎，甲撒旦有一个对话，然后上帝嘛甲魔鬼撒旦讲啥？剩的你拢会当甲变，只有伊的性命你袂当安怎甲陷害。好，所以伫遮咱来看讲，即个说法可能是亲像法利赛人一个教条主义，也是种律法主义吼。所以即个法利赛人讲啥？哦，这个人痴迷，这个人安怎？是因为伊犯罪啦。总是咱若了解这个故事，新约内底有讲啥？耶稣讲啥？迄毋是，即个代志是要荣耀上帝名，要伫个心中通过耶稣甲医治，要互人学落着上帝。好，所以伫遮咱来看一段影片啦，吼，看一段影片。咱会通掠做家己知，掠做家己熬，吼。我要讲的意思就是讲，可能比较有一个别个，总是其实伊毋是迄个智慧本身啦，伊无了解状况，有当时咱嘛亲像这个囡仔相款，无了解这个状况，佫较无清楚讲上帝到底是啥物款的上帝，平常时约伯做了好好，还是安怎互伊拄着即款的困难？除非上帝的启示，互咱知，若无咱拢毋知。对不对？所以到尾啊，约伯讲我真正我知影，我唔知，我知道我的不知道所以底下伊讲清楚讲，原来这个信心比你的也要搁较要紧所以咱要对约伯伊伫42章底下所讲的，讲听见你就知影你是全然甲我三角之地咱来了解讲苦难其实有几种有几种第一个家己的犯罪咱想讲拄着代志的时阵，上帝啊，敢是因为我家己所犯的？若是你提醒我亲像大笔，所以就开始伫遐来反省认罪。第二是别人犯罪，所以互我拄着这苦难，是毋是？是因为我的厝的人，我的老爸，也是我的亲人，较早安怎？圣经甲咱讲，你毋通为着别人做啥？做保，对无？做保讲是啥？戆人啦，因为一个人一个呆啦所以过去有真侪人因为安尼受拖累，对无？所以这才真正提醒咱。第三可能是大环境的一个压迫所带来像咱即面对大环境
即个人所制造的病毒伫遮来影响。最后可能是魔鬼撒旦的攻击。这讲到即摆的7月时啊，就大家就会惊呀，讲有遐个灵界的代志伫迄个中间咧来影响咱。所以咱看讲，约伯因家己伫遐认为，就是即个苦难所引起的，就是安怎伊犯罪。所以这3个朋友到尾啊，互耶和华上帝甲纠正，讲毋是安尼啊，你毋通用来论断我，讲我是啥物款的上帝，然后讲我的朋友约伯，而且因其实是家己掠做去吼。咱来看一个影片吼。即只细只熊吼，伊的老母吼已经互拍赖的人拍死了吼。即马佫拄着即个爸伫遮，要甲杀。所以拄仔讲，苦难可能是因为外在压迫所带来，互咱伫个苦难中间。停在这边，停在这边。好，咱若停伫遮时，你毋知影讲后壁发生啥物代志啦吼？到底迄个结局是安怎？总是咱阁继续看落吼。为什么？是因为即只人的叫声吗？好，其实另外即只公的熊吼，因为伊伫后壁，所以毋是因为迄只细只熊的叫声将迄只爸赶走。原来是后壁有迄只大只熊伫迄中间伫遐甲看顾。其实即只大只熊吼，伊过去受伤的时阵吼，迄个拍赖人弹伤的时阵吼。伊走离开了，即只熊虽然失去伊的妈妈吼，总是看到即只大只熊受伤，伊就甲钱啊。本来大只熊无要插伊，然后安怎？因为迄个疼的中间吼，细只熊甲钱伊的空喙，然后咧，因两个就变成做好朋友啦吼。拄仔咱看即个，拄仔好是即只细只熊安怎？拄仔落单吼，家己伫迄中间拄着即只。爸的时阵，面对危险，这个影片其实要讲的意思就是讲，上帝拢伫咱的后壁伫看顾，亲像约伯伊拄着苦难的时阵，上帝有伫个无？上帝伫个吼，上帝拢知影啥？上帝拢知影伊的囝儿是谁吼？伊所创造的这子民因的艰苦，所以伫遮上帝无需要透过这3个朋友伫遮。为着伊来辩护，讲上帝就是因为你的罪，伫遐要来处罚你。伊袂用人所会通伫遮批评的会从黑白讲话，伫遮来论断批评。约伯也是即位上帝。所以伫约伯记38章的第2节，伫遮其实有讲到伫讲，这个人这3个朋友我读互咱听吼。搭一个用无知的话，
互所议论的无明是自罪啊。意思这段圣经是咧讲啥？讲这三个朋友，伊都无了解我这位上帝，结果用无共款这无知的言语伫遮咧来讲我，咧处罚我的奴仆约伯。安尼就是咧黑白讲上帝嘛，因为伊毋知影讲迄个背后有上帝甲魔鬼撒旦有一款的约定。所以兄弟姊妹，咱知影上帝知影咱会通承受偌济，咱也知影讲伊是全能的，特别伫这农历7月，为什么咱毋惊啦？为着这祖祖父姊妹举行入念、火化、告别甲安放，这其实拢甲伫迄灵界中间有关系。总是咱信主的人，为什么袂去禁弃这个代志？袂去讲农历毋好啦，不宜婚丧喜庆等等的，因为咱逐日拢是上帝交代互咱会通掌管掌握的。所以兄弟姊妹，咱要受到这个日月星辰伫这中间来束缚。如果你若是有认捌这位主，认捌这位上帝，你就无去惊吓，你甚至会通伫遐安怎去奉主的名伫遐来赶走赶散。伫遮，咱看讲这位全能的上帝。亲像42章的结局内底，伫遮讲，原来你是一位全能全知的上帝，所以伊认捌着家己讲，我知影，我会毋知影。我阁讲一遍我知影，我会毋知影。袂亲像这三个朋友，我拢知，一定是安尼，所以伫遐来批评论断。所以也通过安尼伫遐来认捌别人讲，这个人伊需要有听，伊需要被尊重，伊需要互人接纳，这就是上帝到尾甲迄三个朋友伫遐讲，恁误会约伯啊，所以伫迄中间安怎？约伯嘛用迄个听伫遐来接纳，过去甲伊论断批评，上帝讲，恁来得到约伯的祈祷祝福。如果你若是当事者，你会安尼做袂？约伯，你会祝福这个三个朋友？你对我歹，搁甲我安怎骗受，搁甲我骂？如果你做会到袂？约伯透过伊的信仰，伊会通伫遮赦免，伊会通伫遮接纳，伊会通伫遮来祝福。所以这三个朋友鼻仔摸的，然后听上帝话，所以伫遮，互咱知影讲，只有上帝他会通做，所有的代志只有拢伫上帝的手头。这个黄子荣这位姊妹伊是一个媒体。甲广告会真有名的，伊开一个公司，然后伊所制作的这个广告拢常常得到奖。过去这个姊妹如果你若捌办过台新的玫瑰卡玫瑰卡，我会记好像迄个牧师娘有较早办过安尼这玫瑰卡迄时阵拄出来真轰动有透过迄个。广告真吸引人，所以伊的广告公司嘛做了伫遮真好所以因为安尼咱看讲，其实伊的背景伊家庭的背景，伊的阿公其实就是台北迄个文主公啦新天宫对吧？新天宫咧拜啥？知无？咱拢毋知啦所以咱爱了解讲，到底因咧拜啥？像保罗讲，恁咧拜啥？佫有一位恁无拜着，咧拜关公啦，哇！所以伊自细汉伊有接触即款的宫庙的文化，伊阿公嘛真毋茫讲伊来接班啦，但是伊都无迄个兴趣。但是对细汉开始，伊就发觉讲，奇怪，遐伊拢会当看到这个灵界的代志，看到这个小鬼等等遮所以伊咧叫了时，伊就讲，你点，真正怎点伊安尼？看到遐个囡仔咧钓惊骂号的时阵，毋是食乌干啊飘起风扇就带来伊讲解安尼背讲，就从平安。所以伊后来伊嘛有即款的一个受惊的能力咧。总是伊无像别人安尼一直咧拜啦所以发觉讲有即款的甲灵界、甲这小鬼，也是讲这社人有迄款的和平共处。
拢相安无事，拢无代志安尼。总是有一回，伊去土耳其旅游的时阵吼，伊去住迄个饭店，一开无啥物代志。总是伊要将伊的即个淡的即个游泳衣放伫迄个衫肚内底，阵却内底足侪只囡仔安尼啦吼。所以伊有看到遮个灵界代志的时阵，所以伊就伫迄中间讲，点点吼。我要出来佚佗啊！叫伊转来的时阵伊的化妆品伫迄中间去互煞啦吼。后来伊伫摄影区的时阵，遮个小鬼就变鬼变怪，伊开始惊吓。较早我化因会见到，化因会通伫遐总安然无代志。但是呢，伊开始伫遐惊吓，为什么？伊无迄个气力。当伊倒转来到台湾，伊伫伊厝的中间有3群的即个邪灵，甲伊讲，头一群甲讲啥？你对楼顶跳落。本来伊要跳的时候，突然醒过来讲，我为什么要跳？跳落就喙鼓鼓啊咧。第二群后来即群就离开吼。第二群我讲你门开开，你对楼梯连落。伊真正无清醒先，第一道门开开然后伊从醒开讲，我是安怎着爱连落，连落就乌青结火对无性命无，所以伊就醒开。第三，伊讲恁住楼顶嘛，上顶楼，你会通对楼顶安尼飞落安尼后来伊醒开讲，我遐大高飞落。一定落落，哪有可能飞？即第三群佫用温柔的声甲讲咧，讲你会通安尼做。后来伊真着惊原来伊的先师定定像去酒家，然后因为生理的关系，伫饲迄个所谓的小鬼安尼所以因为安尼，伊的先生嘛受搅扰，伊的家庭嘛受到遮个搅扰有当时咱听到即个代志，佫即马佫农历7月，毋知会惊吓袂伊就迄时就开始惊吓。有一寡朋友就敲电话伊讲，阮会通为着你来祈祷袂？真正就去伊公司先为着祈祷。伊伫遐感受着讲，伊迄个办公室、迄个公司会突然间光亮像真光起来安尼，伊的心肝嘛感觉真平安。即个朋友佫伫遐相约讲，到伫因厝，来去恁兜甲你祈祷祝福者安尼啦伊讲好来，迄个时阵伊还未了解这个信仰然后伊就邀请即个朋友来到伊的厝伫迄中间为着伊即个厝体来做祈祷，当因走了后时，伊发觉。头一天真平安，第二天嘛感觉真平安，第三天嘛是安尼所以遐个惊吓拢无去啦对啊，伊拍开伊的电脑有一个歌单，有3首歌伫迄中间伊听了，开始安怎流目屎，所以伊就敲电话互伊的朋友讲，恁安尼拄爱祈祷安尼是伫对学的。我嘛真想要学，因为过去伊有迄款的控制即个灵界的气力，总是伊伫讲哪有即款的气力会通帮助伊，互伊伫迄个受搅扰的中间，是哪有即款的气力，所以伊就讲我足想要学。结果即个朋友甲带去啥物所在？带去啥物所在知无？带来教会啦原来带去教会祈祷，其实就是咱安怎知影要安怎祈祷所以后来伊信主了后，伊知影上帝听伫伊生命中间，然后伊的家庭、伊的亲人嘛理解伊，然后无逼伊就伫即个信仰内底，所以最后安怎，伊就接受耶稣当做生命的救主。伊安尼伫即场，伫迄个公司的中间，伊开始伫遐来传福音。伊相信讲，我相信就通看见上帝奇妙的作为。兄弟姊妹，咱看见即个约伯嘛是共款。前我捌听见你，前我风闻有你，但是即马呢，我亲身看到你。上帝知影咱的需要，上帝知影即个姊妹伊的需要。所以，互伊伫迄中间拄着苦难困难的时阵，伊知影有一个关联的，有一个
甲伊相甲同在上帝，甲伊相甲伫地，所以最后伊即马世界伫遐做见证，传福音。伊若有机会，伊就伫遐甲人讲耶稣，因为耶稣赢过死亡的关系，会通互咱有平安。所以兄弟姊妹，咱来读这段圣经来，有听就无惊吓，完全的听，赶出惊吓，因为有惊吓就有刑罚，有惊吓的人听。也无完全实现出来，所以上帝听这约伯的心象的中间，咱看伊讲，后来伊阁活偌久？后来圣经讲伊阁活140年。我一直也查讲，到底伊活几岁，还未查到啦吼，还未查到这资料。总是咱知讲，上帝伫后壁阁安怎赏赐伊囝儿4岁吼，阁有赏赐伊遮的财产恢复，比较早阁较丰富。搁较伫遮上帝加倍赐福，兄弟姊妹，咱其实透过这段圣经，上帝若开咱心窍，亲像即个黄子荣即个姊妹，伊过去伊虽然甲灵界有通灵有接触，总是伊毋知影迄个是对伊来讲有真大的遮个束缚搅扰。总是当伊接触到圣神的同在的时阵，咱看伊相信上帝伫个生命来引带带领，也互伊安怎，伊愿意伫遮来真做是一个传福音的人。好歹会经有，伊拢尽力伫遐来传福音。上帝嘛要使用你吼，来引带人，伫无共款的遮个环境中间来找求上帝。这个时阵要邀请咱做伙来起立，咱要来用新圣诗的72首吼，咱来了解上帝，超找上帝。上帝无所不在，伊伫咱的身边，互咱会通找到吼。耶稣，阮伫倒位找你，对伫世界。耶稣，阮伫倒位找你，伫生活所在。看你身边的真兄弟，看你身边的真姊妹，看听你关心。耶稣，阮伫生手中，竟袂忘着你。你传告诉的传道理，竟袂听着你。看你身边的真兄弟，看你身边的真姊妹，看听你关心。耶稣，阮伫人生心中，竟袂真捌你。耶稣，阮伫计划脑洞，竟袂找着你。看你身边的真兄弟，看你身边的真姊妹，看听你关心。耶稣，阮伫耶稣心灵，竟袂忘着你。耶稣，阮伫见着工程，竟袂看着你。看你身边的真兄弟，看你身边的真姊妹，看听你关心。耶稣，阮伫遥五人群，竟袂看着你。耶稣，阮伫甲水面茫，竟袂看着你。看你身边的真兄弟，看你身边的真姊妹，看听你关心。耶稣，阮伫世界面貌，竟袂看着你。耶稣，阮伫迄切
身边的荆棘们，看听的关心。兄弟姊妹，其实上帝听伫咱中间吼，我要伫这时阵介绍浩峰吼，你举手一下，浩峰吼，这是佐父姊妹伊的第三公主吼，前方下吼，昨为着伊的老母啊，对头到尾举行这个告别礼拜，伫疫情中间有兄弟姊妹的参与。陪伴，互因感受到上帝的疼吼。其实浩峰伊嘛心内有一寡决定吼，伊要伫遮报名来洗礼吼。而且入捌这位上帝吼，拄入来伊摕一包红包，讲要互我吼，讲因大兄交代吼，我讲牧师无咧客气吼，咱伫这个大家庭彼此三服侍，这是上帝的疼。上帝较爱的就是安怎？因为透过咱的关心，互这个家庭这个三个囡仔还未信主，会通伫遮信主。所以拄啊，这个诗歌讲，看你身边的众兄弟、众姊妹，看、听咧，关心。上帝关心咱身躯的病痛，甲你的需要。上帝嘛要使用你我，诚做家庭的祝福。关心看咧，兄弟姊妹，上帝今仔要用你的目睭，用你的手，用你的耳孔，伫遐听见你四周围人因的需要，然后用上帝的听伫遮来听因，帮助因脱离迄款的困境。也即摆咱三甲来祈祷，亲爱的主，阮的上帝，感谢你，透过约伯。伊拄着人生的苦难，有当时阮亲像这三个朋友，无认捌你，无理解你的作为，就用家己的经验、家己的判断，用阮所持守的这律法，伫遮来批判这个代志，批判人，互阮看见阮实在是无知无妄。亲像约伯伊家己承认，伊家己伫上帝面头前无知，但是互阮知影，上帝你是全能，你是甲阮三个同在，你也是拢知影的上帝。你知影，浩峰因三兄弟啊，失去亲人迄款的哀伤，总是你知影，伊搁较需要的是主你的救恩。感谢主，通过教会牧者中职同工兄弟姊妹做伙参与关心，互这个家庭，互这个细囝，会通伫因的心内得到帮助，得到安慰，得到扶持，也透过小组的关心，互因会通进入到上帝的恩典的内底。主，阮恳求你帮助阮。互阮知，你伫阮的生命中间的作为，也愿主耶稣基督，你的救恩临到伫每一个人。天父上帝，你的疼痛永远无改变，用你的疼诚做盾牌，固守阮，无受到这个灵界，无受到这个苦难的困住甲搅扰。主圣神，只有你会通互阮认捌真理。真理才会通叫阮得到自由。求主圣神开阮的心窍，阮明白，照安尼去行，拢诚做有福气的人。对这时，直到永世代无尽。阿免。兄弟姊妹，请坐。所以将我，咱有
全地的主，耶稣是你我的主，咱着全心全意我可以以为主爱，陪伴咱到永远。咱着全心全意。咱着全心全意，我可以伊的主爱，陪伴咱到永远。兄弟姊妹，线上的兄弟姊妹，咱的礼拜到这，愿上帝来祝咱，享受咱平安。